其他的消息来看，海军的海号畅水舰昨下晡伫小琉球外海执行任务，因为风影伤大，有6个伫甲板检查设备的官兵无细致跋落海，其中3个救起来，另外3个目前下落不明，要搁咧找找。天气寒冷，风影甚大，海巡继续伫海顶搜救，为暗时找到天光拢无休困，希望量早找到失踪的官兵。海军的海号参水舰伫下晡伫小琉球南方海峡执行任务时，因为瞬间海影伤大，6人跋落海，其中3个人当时有水救起来。手的第三指的开放性骨折，第4指的闭锁性骨折。那这一位同仁需要接受手术，都是擦伤，大概都是简单的擦伤或是挫伤。日透早，船舰驶登来江边，得救的3个人敢若轻伤，甲另外2个伫船顶因风影受伤的国军，互人分配送去高雄国军做营总病院，目前5人状况稳定。海军表示，迄当船因为掺水艦的装备灵气，才会浮到水面派人去检查。风浪有超过一定的级数的话，甲板上固定的东西，因为海浪海象的关系，把它打到松脱，这也是有可能的。按照以往的经验，是有这种现象过。海军表示，迄当阵6人拢有穿新版的救生衫，佮有戴安全锁，可能是风影伤大，闪到安全锁，才害事故发生。每4个小时会依照大气局的潮流去做搜救计划的变更，这个都会放在我们的搜救计划的因素里面。目前持续搜救中。台湾伫一半暝开始温度降真济，失联的3个人恐见有失温的危险。海军海巡当日把握黄金救援时间，希望量早找到人。若是安怎装备的灵气发生意外，会以专案调查厘清事故的应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